所以咱空性有甲咱讲啊，意成而后心静，心静而后心修，心修而后家济，家济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所以伊有正变一面，搁做变一面，甲咱重视。那么今日即个色声意，咱的心有成，意来定。因为咱为什么袂定？就是咱的意妄动，所以意是对咱的心的一款附属品。附属品啊哈，心本来是无叮当的啦，也毋过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意，像我即摆感觉讲较热。我就不自在啊！你吼，我即摆若是讲飞咧上，就不自在啊，对无？其实遮为什么会不自在？因为伊的妄动，所以过去诸菩萨曾经甲咱讲，为什么众生袂当开悟，袂当成佛？因为咱的妄心无甲降伏，所以因此。咱搭有遮济痛苦、烦恼、是非，遮济。尤其咱今日逐个各位拢是咱地方的即个官主人才，拢是咱地方的重要的道场的干部，所以咱伫即个修学道的当中，咱一定爱先意有成，意爱有成，咱的意才会定。所以意即个成就是实在嘛，定着嘛，对无？所以因为咱意若无成，咱心袂定着。所以因此呢，咱的心有一个叫做妄心，也有一个叫做真心。因为妄心甲真心，这两个心敢有无同啊？有没有一样？真心甲妄心，安尼才有一样。妄心就是妄心，真心就是真心，有一样。他拄仔即个前面讲对一样，拢即个心，妄心嘛即个心，真心嘛即个心。为什么妄心甲真心都拢即个心？为什么咱真心了无流露袂出来？因为咱就是受着外口的一寡是非，一寡事，甲咱障碍啦吼。所以因此呢，咱爱知影讲，咱的即个心，确实是要安怎互伊会成？咱的心若要会成，爱用功夫，啦。这功夫就是讲哪个呢？这功夫就是咱行一道受命书一指，一点的灵明复初，一点灵明复初，点也是叫做开智慧，这个叫做智慧，因为智慧咱辨别了真假，原来我的妄心是假，我的真心是真的，我这个肉身是假。我的真的心是真的，迄个法身是真的，你即摆已经辨别真假啦。辨别真假了安怎？你爱真正会当照假修真，借假修真。因为咱有即个肉体，无修袂使，无修袂成。因为有即个肉体，各人的看法袂相共。这互我做一个比喻啦吼。咱各位爱食饭无？爱啦吼。若咧食饭为食较济，为食便当食3个，还为便当食半个吼。安尼到底你迄个食半个，要甲讲迄个食3个，毋对吗？会使甲讲伊毋对袂？因为伊需要食3个嘛，要无你袂甲食3个，看卖咧，对无？你食袂落啊？对毋对？所以你食半个，你袂使讲迄个食3个毋对；一食3个嘛，袂使甲讲迄个食半个毋对。你食啊遐少，对无咧？
因为咱伊个身体，伊都承受着这尔，你要甲讲该食，叫你食变做三个，哪有可能个代志？这个做应该爱，这毋是欲来，毋是欲心的欲，这应该爱。亲像讲咱咧困，像我即摆啦吼，咧困。若讲好佳这都无少年的叫咱困，若无吼，迄少年拢会互咱落啦。安怎讲？就人讲倒咧毋困吼，坐咧咧拄久啦。安尼无？即摆若少年的，咱老伙咧甲少年讲，你来困到这时还搁咧困，安尼无？少年咧讲，你困袂去，你咧骂阮讲阮困到这时啦，对无？就时间各人困的需要无共啊嘛吼。所以话今仔日来伫遐日班，昨暝都安尼下咧想想，我早要来日班，昨暝都拢无啥困，对无？欢喜要来日班嘛吼。即摆来到遮坐咧吼，后冷气舒服，实在拄久，对无？你甲讲毋对吗？有影就对。若依咱的班的规矩毋对，毋过吼，因为真正咧困嘛，从心走出来。真正对国度来困在无开车，伊敢要拄去发生车祸？伊是不得已防身去发生代志，对毋吼？所以因此呢，这个人的各人所需无相共。所以因此，咱袂当讲送对送毋对，只有就是讲，咱今日真正受兵书一致开启智慧了后，咱爱真正表现出咱的意诚，迄个意有成了后，咱咧修道这条路要行带坚心，咱咧修行要行这条路带持久，上好势即摆看咱在座作者。拢是修办到几十年啦，这就是咱伊有成带久，对无？伊若无成袂久呢？所以咱今日修学都是爱招假修真，所以咱今日就作思想。受命书一致，这是真的，毋过嘛是伫这个假得的，敢是吼？讲得嘛，其实得无所得，无形无相嘛。所以，其实讲起来，咱真得道修道是性命相修，性命性甲命，得到命数一致是性。但是咱即摆即个身躯有命，所以咱爱性命相修。所以性命相修，一方面修心，一方面救化度化众生。所以这是咱大家应该爱做的啦吼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互我要甲咱交代吼。拄今日我看着这本啊，这本是迄个尤经理刻的啦吼。尤经理讲伊去即个塑花遐码头塑花，以前伫咱遮做饭个塑花，即个财经办事个遐，伫遐要甲买碗粿，佫甲录一本互伊啦吼。遐甲昨有真位外单位点文书，原来安尼用迄个信封，安尼摕